使用 eBook Online 嘅電子教材或者閱讀電子書嘅時候，最常會用到幾個工具：熒光筆可以幫你畫低書頁上嘅重點；筆記你可以喺度輸入文字，然後將筆記儲存喺電子書上面。有時我哋要記低某一頁，可以用書籤。日後可以喺資料庫睇到書籤嘅資料。如果要將熒光筆、筆記同埋書籤留喺電子書上，可以喺登出前先儲存資料。